来看台中这边，含囡仔去商场踅街，奈何5个警察带登去派出所。原来是商场的保全报案，讲有人客囡仔去破坏翕相的机台，结果查落去，确认讲只是机器速度无人来破坏。也当事人就指控讲，警察无伫现场确认事实，就甲人带走，也甲人带走嘛，无甲代志说明好清楚，害囡仔着惊骂好，造成心理的创伤。关警甲商场保全到商店街啊，将维修者保路3人查断。因为保全防暴警方表示，细汉查某囡仔疑似破坏拍贴机的行为。拍贴机是有没有进入拍贴机？也有拍到一次，所以我们这是我们3个其中一个吗？对。不过，好奇围观的人愈来愈多，关警只好请3人去边的派出所了解情形。代志发生在15下晡1点左右，警方接到商场保全报案，内底拍贴机机台疑似被破坏，马上伫保全带领之下，将这个母女查掉咧，互因承受真大惊吓。你要告知我发生什么事情，对。然后你要让我知道，你们真的确定是警察是好人。维修者部办表示，迄时阵5个警察围调咧，带电经过了后，就是半点钟，会甲囡仔身心受真大压力。警方也派人重新检视机台，确认只是机器向被叮当，无被破坏。我们以为说，正常情况如果说开着拍照，他应该就会说啊，让我来拍拍看，就没有，他就一直往下，就是一直只看到他的头而已。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请他们现场的人去看看，说机台是不是有没有被破坏什么，请他们确认这样。设备人员表示，因讲迄一日透过远端看到安尼情形了后，甲商场反映，讲请保全看设备是毋是有被破坏，想要到保全直接报警。商场也声明回失咧，不过警方的处理态度也是引起未遂争议。在确认魏女等人无嫌以后，即让当事人离去，并返回侦办报案人诬告。警方接受店家报案，到场对民众为盘查是合法的。但是当他发现是妈妈带着孩子，警察不宜要求妈妈带着孩子到警察局去做笔录。警方表示，当天是3个关警甲2个训练生到场，不过考虑商场人多，为避免影响当事人权益，才请因先离开现场。维修者是认为身心受创，要用司法争取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